顾西城，这个其实是那个，不是我。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顾西城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顾西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对你解释，顾西城，不是这样的，再给我装！没有，顾西城，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求你了，放开我！别跟我装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！放开我，顾西城，顾西城，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求求你了！我就不放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我没有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老夫人好。小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静心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来，吃早饭。贺锦熙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想那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怎么办呢？重做。5点之前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。常副总，他又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是不是为了做报告，昨天晚上熬夜了呀？顾总也是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否了呢？谁让他是总裁呢？我看呀，公司里谁当总裁都比他强。
喝啥，奶奶？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溪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您放心吧，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啊解决好的。奶奶我呀，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，哎呀，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了。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，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，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。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